甲咪夫妻袂歹啦，不过进前啊，少少讲到因翁，今仔日看到因规家伙啊，我有感觉，我家己亲像一个外人共款。蔡大律师敢无甲你讲，伊已经决定要甲你切断啊？伊真正安尼讲？为着你的代志，我啱甲我回信咧，清脆甲我讲，伊要甲你分手。伊是小姐礼仪老师，还要靠我老师。这是阮翁姓翁。比回心内哦，有一个人，不过迄个人毋是我。借我300万去顶我。唉，够不记的。对的时阵，拄着对的人，迄个人就是你的。哎呀哥，我希望我后世人的每一天哦，都会当有你来做伴。礼拜日暗时8点，婚姻结业时，公司大机台。